新聞台發動 New Solution 專題報導未來視野。用一啲公仔嘅手法去講緊香港一啲嘢咯，隻龍貓成日都話啲人成日嚟探佢啊，又好悶啊咁樣嗰啲，就覺得其實佢哋嘅動物園都幾成日俾人望就好悶。獨立漫畫家小黑創作嘅一對趣怪漫畫主角龍貓，最初喺年輕人嘅雜誌登場，後嚟有勇等喺網絡世界推介。有期望所喜愛嘅漫畫角色跳出框框，走到現實世界。練咗啦，練幾好啊！咁我唔使得佢。有好多人咧係睇咗佢啲漫畫故事內容，去認識龍貓、小黑嘅嘢嘅。咁我想將啲產品都推廣到，等啲人從呢件產品有一個感情，即係好似你儲一樣嘢嘅時候，買唔係買個外觀，而係買佢嘅內心世界。將漫畫龍貓角色商品化嘅設計師 Kelvin， 今年6月喺旺角嘅商場開設專賣店，一隻公仔賣80蚊，細嘅毛巾25蚊條。嚟緊啲產品我都會係諗一諗，就係同佢啲故事發生入邊嘅嘢嘅情節啊，嗰啲嘢做出嚟，等多啲人會係可以買到翻屋企咯，唔會話淨係揭係一個平面咯，即係形象化你摸到同埋睇到係兩樣嘢嚟嘅。Kelvin 預計半年時間就可以回本。佢冇透露專賣店嘅營運成本，我哋淨計租金300平方尺嘅鋪位，月租45,000蚊，每日做到8000蚊生意，做6日就夠交租啦。漫畫嘅創意加上產品設計，有機會變成一盤生意。希望將唔同創意嘅產業咧係能夠聯合起嚟咧，係產生個協同嘅效應啦。因為而家好多唔同嘅創意產業，可能咧係淨係睇自己本身嘅發展係點樣，就冇睇到咧同其他嘅行業合作而產生嘅商機。